常年期12周六雙數年哀歌2章2節10到14節18到19節馬竇福音8章5到17節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2026年6月27日基督福音天主跟以色列民立盟約。天主與以色列民的親密關係在舊約裡面常常像情人的關係。熙雍女郎或熙雍女子都是代表了以色列，但是因着以色列對天主的不忠，今天讀經一裡表達了這個不忠所帶來的悲慘後果，創傷浩瀚如海，每天哀慟哭泣，淚水成了他們的食物，沒有人可以安慰他們。看到熙雍女郎的可悲境況，難道天主不是更悲傷嗎？一定是的，要來安慰拯救的子民。這使我們想起天使向聖母報喜時曰：萬福，充滿恩寵者。萬福的原意是喜樂。聖母作為熙雍女子的代表，接受了天使帶來的喜樂。喜樂的原因是因為天主要來了，要親自降生成人，成為厄瑪努耳了。索福尼亞先知宣告曰：熙雍女子，你應歡樂，因為以色列的君王上主在你中間。但是聖母接受天主的喜樂的邀請，不單是為以色列子民，也是為全人類造福。她代表萬民與上主締結新的婚姻盟約。在今天的福音讀經裡，耶穌治好了羅馬人百夫長的僕人，就好像治好了百度的猶太人岳母一樣。只要對耶穌有信心，願意接近耶穌的人，無論是從東方或西方來，都同亞巴郎、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國裡一起歡宴。先被召的選民猶太人，希望不要落在後來的外邦人之後。同樣，我們先領洗的基督徒，也希望不要落在後來領洗的人之後。